體各位朋友，大家好。好多謝大家今日嚟到呢個早會嗰度咧，一齊慶祝我哋國家76年嘅成立呢個早會。今日我見大家啦，大家亦都留意到啦，係前日咧，特區政府嘅公佈，公佈咗一啲重要嘅決定啦。一方面咧係我以行政命令嘅方式咧，任命咗7位第8屆立法會嘅議員，同時咧亦都公佈咗我提名同埋建議中央人民政府咧，對部分嘅特區主要官員同埋檢察長作出咗任免嘅一個決定。因應第一個行政命令，我任命7位議員呢，係因應特區第8屆立法會直選同埋間選順利產生咗26位委員之後呢，考慮整個立法會嘅結構，佢嘅法定職能，嚟全面部署，考慮7位我哋官委嘅議員，主要嘅着重嘅考慮呢，係因應特區嘅未來嘅發展方向，特別係我哋呢屆政府嘅四大遠景啊，即係發展澳門、活力澳門、文化澳門同埋幸福澳門呢個戰略考慮。我哋經濟適度多元嘅發展，公共行政嘅管理，科技產業嘅推進，橫琴深合區嘅發展。所以呢，大家都睇到呢，係我哋7位議員呢，係廣泛嘅代表性，有法律專業、科技產業、文化、教育，係一個廣泛嘅代表性，又結合澳門將來發展嘅路向嘅考慮嘅。大家都知道咧，我哋回歸咗25年，行政同埋立法機關係我哋好重要嘅政權機關、特區管治機關。行政主導，佢要求特區政府同行政嘅決策嘅諮詢準備，有啲提升到立法嘅層面，然後交俾立法會去決策同埋通過。立法機關係立法同埋監督職能，呢個係響基本法規定佢行使嘅職權。長期以嚟，但係我都留意到咧，係大家都希望咧，行政同埋立法機關咧，響各自根據基本法履行好法定嘅職責之外咧，能夠相互溝通、協調同埋良性互動，使到我哋特區行政機關同埋咧代表社會各界行使立法職能同埋監察職能嘅立法會之間嘅溝通協調暢順，有利於整個澳門特區嘅經濟社會發展。所以呢，因應呢個考慮呢，今次響部署第8屆立法會7位委任議員嘅時候呢，我就邀請咗而家仍然係行政法務司司長嘅張明春出任立法會嘅議員嘅考慮嘅着重點就係
將來能夠多啲行政立法機關響政策嘅制定、醖釀，然後立法會討論過程，相互之間能夠有個良性嘅互動、相互溝通，亦都回應長期以嚟澳門社會各界咧有一個呼聲，就係點樣統籌好立法政策、立法工作。呢個決定必然帶嚟咧就一啲主要官員嘅調整，所以大家亦都睇到咧，逐後我哋嘅保安司司長就轉任行政法務司嘅司長啦。保安司司長嘅職位咧係由陳志敬檢察長去擔任，咁檢察長嘅職位咧係由而家嘅中級法院嘅院長從法院系統轉去檢察系統，所以咧就作出呢啲一系列嘅變動。好啊，我將嗰個我嘅考慮都同大家分析到。分析到。行政長官就任免主要官員同檢察長，仲有委任議員方面都已經作出好詳細嘅介紹啦。咁而家睇下記者仲有冇其他方面嘅問題？特首，我想問下咧，就係早排即係去廣西浦嗰個行程研究所，咁依家嗰個最新籌備嗰個情況係點？我其實喺競選過程中同埋出任行政長官之後咧，一直都講咧係去即係第一任外訪咧，就希望安排去葡萄牙。所以咧，我一直都安排呢個。但係你知啦，我哋4月14號先正第一任。即係第一屆嘅政府嘅首份施政方針，去交到立法會進行討論，由各級主要官員逐後嚟咧，大家亦都睇到咧，呢一系列嘅重大嘅施政部署，我哋每個月都有按部咁樣推進，到啱啱9月14號到而家半個月之前，我哋嘅立法會第8嘅立法會選舉先係啱啱完成，所以咧一系列咧。使到我2、3次同葡國方面嘅通過我哋嘅機構啊，即係澳門辦事處咧，同佢聯繫安排嗰個去葡國嘅訪問嘅行程。咁啱先大家都知道葡國嘅佢哋嘅政權機關國會咧，亦都有啲調整嘅，有啲選舉上嘅事務，所以咧就一直都唔能夠成行。我真係好希望我原來嘅規劃咧係。真係今年想去葡國訪問，而且安排得好好。咁續下嚟咧，我仍然同Montenegro Primeiro Ministro 葡國嗰個總理嚟嘅時候講咧，我仍然希望咧係第一次去其他國家訪問嘅時候咧去葡國。咁咧就因應呢個我哋新嘅一個施政方針。亦都密鑼緊鼓喺度進行緊，所以咧就一方面協調，仲係希望明年上半年能夠去葡國訪問。去完之後，我先正安排好佢其他國家亦都係對澳門發展將來發展好重要，同埋我哋嘅一個部署嘅其他國家訪問。所以咧，我有信心明年上半年應該係可以預期去葡國訪問。